后来2个人的感染源拢要咧调查，嘛好哩加载，因拢无进入到社区。回头继续来看，台湾拄着8年的大旱灾。 中部地区即摆是真打真欠水，不过彰化八卦山的泉水却是源源不绝，一直来补出来。最近这个社头乡清水岩溪边仔的甘露泉，讲突然间飞来几啊百只的蜂，就潜入这个泉水的边仔咧啉水，这个数量比往年是加出着2-3倍以上。这蜂排队咧啉水的奇景，游客拢讲实在有神奇。 好多哦，太夸张了啦！伫中华社头乡清水岩溪边的甘露泉出现几百只蜜蜂，伫遐哩飞来飞去，个别就是停伫水泉边啊，敢若排咧伫啉水。游客看到这个画面，拢感觉真神奇。每年这个。且清明了拢足侪蜜蜂会来这要食这个泉水因为伊去个甘甜所以蜜蜂喝过会更蜂蜜水，对，喝下去就水会变成甘甜味嘞。游客本身就咧讲，若啉蜜蜂啉过的水，应该会使养颜美容。蜜蜂人员是表示讲，当年饲蜂的时，拢有真侪蜜蜂来这里啉水，但过上计几十只尔，今年可能因为靠岸后冷景乃至顶日水果花大开，饲蜂的农友增加，才会出现蜜蜂规定来这啉水的画面。景的水拢是泉水较多，清气水啦。狗仔垃圾的伊有味道伊就较袂落去。另外，伫南投的埔里，俗称泰国樱花花期末，因为今年嘛开花关系比旧年开阔较侪花。只有2个所在，一个是伫国道6号终点私人的土地，另外一个伫暨南大学的校园内面。我觉得很有日本的感觉，就是这个颜色。不知道这叫什么，可是我们刚刚有 Google 有问了一下朋友，它叫花旗木。花期末的花期虽然要结束啊，因为依然有真个乡亲伫遮咧翕相转看。天公伯啊，无落雨，当时物找生机，展现旺盛的生命力。